Hello，新款玫瑰金膠帶地通拿打磨，邊位有幾下撞擊，形成咗小崩，陶瓷表面冇花。呢隻錶全身係一手冇打磨過，有保留到原裝膠紙，四隻腳都有佩戴過嘅痕跡，小崩小點咁啦。原裝打磨好直，四腳正面睇係正方形，連接殼位邊界清晰。玫瑰金有少少氧化變黃，睇上去就好似黃金咁。不過一陣打磨後會將氧化部分清理走，恢復返玫瑰金嘅粉紅色。錶扣相對嚟講比較花崩多啲，一陣會做全錶嘅打磨同埋對應嘅崩位補金。轉頭一齊嚟睇下翻新後嘅效果。翻新後全錶恢復返玫瑰金顏色，表面氧化變黃部分已經處理，喺補金同打磨嘅過程中保留返大部分原裝膠紙。四腳打磨盡可能唔好變圓，如果有崩位就先補金，之後再輕輕打磨就 OK 啦。特別金錶嚟講，打磨時間越長，隻錶就越圓。底部四個印仔都要注意輕磨，盡量唔好將佢磨淺。最後嚟睇花崩比較多嘅錶扣，先補金後打磨，除咗可以修復崩位之外，仲可以防止因為打磨過度令隻錶變細。